我冇諗過可以生活喺世界級設計大師 Philip Stark 同 John Hitchcock 嘅作品裏面。如果靈感嚟自生活，喺金峰名著呢度俾到我好多 ideas。呢度係我工作、開會同休息嘅地方。我鍾意呢度無拘無束嘅氣氛。不過我屋企人最欣賞嘅都係我喺呢度整嘅每一碟作品。每日我都要嚟到呢度，先至做到真正嘅身心覺醒。想每日都有新諗法。我今晚首先要好好放鬆下。爹哋媽咪話做小朋友係最開心，因為每日都可以做自己真正鍾意做嘅事。我唔係淨係識游 BB 池㗎，但游泳池我都游到㗎。我今日已經6歲啦。平時媽咪爹哋會帶我去樓下嘅南岸都會買餸煮飯，有時我哋仲會去樓下食燭光晚餐。升小學之後，我可以同同學一齊搭穿梭巴士返屋企啦。我相信時機決定一切。喺金峰名著，我可以1小時內穿梭港珠澳同大灣區，把握每個機會。呢度頂級嘅管理服務，多元化實用嘅間隔設計，寬敞靈活空間，加上全澳門最大型住客會所，4大主題，悠閒享樂。前臨國際級高爾夫球場，毗鄰橫琴1000億發展，面向金光大道。呢度無論係地點、景觀、配套同質素，都係最頂級，絕對係我自住同投資嘅最佳選擇。澳門金光大道矚目名宅，金峰名著。